根本无人要买。所以我才会去使 Uber 啊。啊，妈妈毋是有介绍头路你？迄办公室的，我坐袂牢啊。而且我阁有小说要写啊。小说甲阮上较重要。我载你啊。免啦，你紧去使你的有无？阿燕，迄当时哪无经我甲你斗阵大？我甲你保持啊。高早，高早，这是你的。哇，真好哦。迄拢是你翕的。嘿啊，我做过以前翕的啊。真好看。你敢迄张啊？嗯。我嘛敢迄张。你感觉我敢会当做一个念名师？你还想遮久啊？我感觉会使试看卖，但是你即摆拢已经有头路啊。嘛是啦，恁阿嬷讲吼，你哦已经有一个写小说的爸爸，啊是连妈妈吼拢去做念名师，啊你毋着枵死？毋知呢，啊毋过你若欢喜，我嘛会感觉足欢喜。